各位天司机头前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《福起來咧》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，大家注意好，《福起來咧》一路以來收嘅嘢非常多嘅農產品啊、農作物啦，韓國有當多人嘅個人地圖啊，唔單止一項東西，有非常多樣東西都做得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。不過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收嘅一個農業嘅個特色。就係佢搶有一種新主要嘅農產品，韓國有農產品啊，其實啦，啲老輩人愛食到，韓正人愛獨錯化冇按接食到，故做大家一下做得團看啊，這個主力商品上來係乜嘅東西？想看啊哦，當接都有這個苗飛啊、順豐嘅茶嘅啊、炭嘅杜烘，張看嘅度、張買嘅度來團一下。好啦，先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，哈，來自新竹新埔嘅朱家莊酒家莊來分享，人哋朱玉心姐分享。大家好，歡迎到酒家莊，吼，喺邊爬山喝茶，希望大家好，歡迎玉心姐來到節目當中哦。今日就愛邀請你同大家來分享業務下種嘅東西，呢東西很神秘哦，佢按到現炸。現炸，錯冇？現炸。對，不過我想我先來問一下，因為現炸呢東西也係幾件當少年看到嘅，當少年啲嘅買嘅。故說現炸、韓國山炸、韓國料理、現炸、山炸料理啊，三項東西基本上我哋看到基本嘅腳本以前我係完全唔認識嘅，真係有乜嘅冇窮用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對，現炸就是鳥梨。哦，現炸同鳥梨是一樣，一個學名跟俗名的區別。哦，對。那個山楂是一般個中藥中藥店的那個紅色的那個叫山楂。哦，啊，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紹介亞布卡新主要種嘅東西，就係鮮榨，就係鮮榨，對。不過當期哦，亞布卡用羥位以亞鮮榨來做主力商品，新主要就係種亞。哦，你可以是唔係種鮮榨，是種水梨。原第個大概60年代。好，大概都是種，爸爸種啊，對，因為新埔嗰時當多年那個種到膨脹，它剛好黃龍病，哦，第一種病，對，黃龍病就得病，然後就全軍覆沒了，全部。他有改，後來有種茶，有種一點茶，種香蕉啊，那個收入不是很好了，好，後來就鄰居陸陸續續有一些來種水梨。種水梨哈爸爸也就跟着種啊，慢慢就種一些，啊種後來就慢慢就會增加，就會比較多。那時候新埔梨當有名。哦，太有當有名。佢說一開始對種柑美開始種水梨。那都黃龍病嘛，柑美黃龍病，那全部柑美都死掉了。對，死掉了，死掉了就換種水，那個有種茶，茶種香雲毛真好了。香雲毛好，漢子博就改種那個水梨。水梨種好了，就陸陸續續慢慢是現在種冇幾多啦，種一點啊。咱薄荷種好豆，種好豆慢慢種好豆，到薄荷類是那個進口的水果當豆嘞，水果豆是變到銷路很好嘅，咱是講嗰下子接個現榨本身是種水梨嗰下子只有現榨，它水梨樹是種個現榨的頭去接水梨。節目地圖頭擺有搶那個東勢的水梨農來，也就會同大家分享講，大廈係用本土以上到較好嘅，對，它比較生命力比較強，它強，比較它的比較耐，比較抗菌啦，對，就接水梨哦，它就是會留個鮮渣當蘸，會有一些它的插花授粉，它的結果會比較好了，對，就是改良它的結果率了，那後來就是進口水果多了，那個水梨銷路通路也不好，因為主要水梨
它的保存期限不长了。对，保存期限永久唔好生。对，不像高阶梨，它可以变它久了。它保存不好，然后就改嫁接鲜榨。叫鲜榨鲜榨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晒干，切片晒干，就可以保存比较久。不过我吃到也当贴片呢，贴片老也鲜榨拿来做农业的主题，算是最主轴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就是打造一个鲜榨的主题农场。刚好我们在新埔的九琼湖，九琼湖刚好是政府有开发，大概20几年前，开发一个休闲观光农场。那有很多游客啊。那我们就是做一系列的一些鲜榨的那个产品。真紧当贴片，因为亚哈许多农博有上市，真紧上爱食到呀鲜榨，食到呀料理，真紧冇按改呢。许多博市场还买唔到，我贴片钱有卖给台那张买得到。对，而且有季节限定。对，它1年只有1季，对，只有产1季。对，外面很多都是它是加工过了，那我们都是采纯天然。对，也应该是全台湾东少的鲜榨主题农园了，对不对？金门没有第2家，所以是唯一一家了。哇，真紧故说想爱了解鲜榨，想爱了解这个料理哈，请主台机就出的。像伊同大家分享就出的。不过今日节目当中哈，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，共生农民啦，共生农民啦，就会来同大家小记当中农作物啦、农产品嘅知识。今日节目当中，除了一开始有同大家来分享哈，鲜榨、山榨料理冇共用以外，鲜榨还有本台嘅同事哦。呀，台同事有冇嘅冇共用？小鲜榨是它是原生种，原生种可以做一般我们庙会的小的嘛，糖葫芦，做糖葫芦用的。那后来有改良变大鲜榨，它的果肉比较多，可以切片，我们就把它晒干。古手芽就黑大的跟小的差别差蛮多的耶，有真差，古手品种不太一样，这个是原生种，对，跟米西呢，米西吃起来有冇该冇共用吗？是差不多啦，这大概比较酸，比较涩一点，酸涩一点，加低度嘅盐哦。低度嘅盐，盐香香盐香香，细粒嘅香香，香香些，而且要有成熟啦，要有那个熟度啦，熟度够才不会那么硬，那么涩。不过其实你像看亚料理啊，基本上就是台湾原生种嘅梨耶酥嘛。古说，我就想讲，应该係做得上色嘅啊，做得上色冇？上色咯，冻色。冻色，真的要改誒，唔識看啊，做得識看啊，就錯。不過一般人冇按用直接上色，會吞唔落去，吃不下去。那我試試看，試試看。那我就是大家就會看到阿 Q 問雅很真實的反應哦。不過亞洲表示講大家唔好輕易嘗試，這個是來吃吃看，來試試看味道而已。吼，吃吃看啊。真激動，成日一刻可能會想已經流血冷水哦。我說一般人唔會按用直接食呀鮮榨，會先烚膏，它去色，因為佢嘅皮色起咯，唔但唱歌有一些咧酸酸，還會有一些澀澀嘅感覺，不過口感是脆脆的，就像那個糖葫蘆一樣脆脆的。对，古說我用一般清簡單嘅會用來處理。我們用個水烚過泡湯泡個鹽，就像呀，那不然就撈到係滷誒。那個有醃製過。那不係有滷過嘅，不過煮太子你準備嘅係用烚過嘅。烚過誒，就是新鮮的。新鮮的現採的。對，不過你再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然後烚到過後。同那邊買到嘅有冇嘅冇共用？這個是這個烚白是天然，都是天然的味道。你外面的它醃製過的就有一個藥味。我知道了，那邊買嘅水鹽凍後生，不過嘅全部就係那個糖精的味道。對，真的有一點點化學的味道。不過也食起來就
就是食物本来的原味，天然的原食物啦。而且你刚刚有吃到笨蛋没有杀青过的鲜渣，吃起来就真的很涩涩。不过呀，杀青过后调味过后就变到浓厚色，所以有幸福的感觉，而且完全没有酸味了耶。不错呀，平常时拿来吃真的知道。做得做很好吃的朗达，对不对？对对。韩国又没有负担，因为也是摘下来以后出只砂锅就拿来调味锅的，完全冇加任何嘅化学嘅东西，故所食起来味道当好。不过其实吼，有关呀鲜榨还有冻的故事同都有爱同大家来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再来哦。好，分享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仲一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吼，同大家來紹介新做新譜嘅調理哦，咩喊做鮮榨，唔係山楂哦，係鮮榨。剛剛我已經說到誒，齊嘅鮮榨摘下來，經過呀砂鍋就是這個殺青的動作，不僅唔會按色。韓國再個調味啊、加糖啊、加鹽啊，食起來真係非常嘅好食。韓國係甜鹽嘅味絲，不過也係清鹽淡，大家一般人會食到嘅食法。不過其實鮮榨韓做得拿來泡茶，對不對？呀，泡茶係用呀鮮榨片泡茶嘅。那個曬乾的鮮榨乾煮，我們就用那個水煮一下。哦，曬皂誒。曬皂誒。哦。鮮榨乾的煮茶嘿。你要就係切架切，切架曬。早期是用手工切，那後來是改機器切。機器切的。就純太陽曬。啊，因為形狀度好有九降風，嘿，有那個九降風可以增加它的那個風乾度。按用日頭曬啊，差唔多愛曬幾久誒？差唔多曬3日到7日。3日到7日就做得洗澡。洗澡。啊，拿來係直接拿來煮茶。煮茶。也係講泡咩做的？用泡大概半點鐘啦，要時間要久一點，泡半個小時。啊，用煮呢？用煮它。煮滾呢是關小火燜個5分鐘，好好喝，也吃到有一種很消暑的感覺，因為有一些酸酸甜甜，還加一點點冰糖。哦，我加一些些的冰糖，呀，笨蛋係完全冇加糖嘅，係完全冇加糖。好好喝哦，酸酸甜甜的，然後係按樣切架就做得來泡來煮，可以做得。哦，不過除咗按樣日頭曬以外，也還有冷凍乾燥的。冷凍乾燥。對，那上班族他就直接就可以泡，不用洗。哦，不用洗。太陽曬的它有灰塵，因為太陽曬它外面曬會怕會有灰塵，所以要煮之前要先洗一下。那冷凍乾燥它是已經處理過乾燥的，就直接你上班族可以用燜燒杯，泡個半個小時，對，就會比較很養生、很天然，我們都沒有添加任何東西的，對，其實都是原食物。當然啊，因為上班啊，又係講無閒啊，可能就他冇按照食茶、食水啊的，對，基本上一兩滴落去，是不是就可以有調味的感覺？大概1小把啦，大概1小把，對。一些按你壓啊，按用差不多，按用嘅量就在不用到壓畢業地度，你就做嚟拿來泡。好，除咗呀鮮榨，做嚟拿來切片啊，唔但像曬澡，也係講冷凍乾燥，做嚟拿來泡茶煮茶以外，還有綠豆糕，鮮榨綠豆糕，你硬係頭一擺糖豆，你煮太前也係你要有七家香豆嘅做法。超，七家香那一般綠豆糕都是很甜，對，那加鮮榨，它有一點酸酸的味道，它可以比較解膩。哇，你頭擺像有食過呀，這個什麼紅豆口味，也係講芝麻口味，愛芒食過鮮榨口味的耶，而且呀，底度嘅料誒，糖講咩係你七家煮誒，七家做誒，七家用鮮榨乾，我們要去它的籽，裡面的雜質要去掉，我們再去熬煮再打泥，然後再加一點點的麥芽，加一點太白粉去炒給它成型。
才能够包在那个里面的馅料。好顺的口感哦，比较不甜不腻啦。对，完全不会甜，韩国又有一些酸酸的感觉，可以综合那个绿豆糕的甜味。对。同头白色的口感完全没共用，然后鲜渣我觉得很奇妙的是，因为以低度的口感，就是像水梨，它会有一点粗粗的那个纤维，它其实对这样颗粒咬起来，其实会增加绿豆糕的口感。超。对，很特别，韩国身体了又有一点点那个红豆泥的感觉，还是有那个泥状。对，它就不甜不腻。对，不过迄因为啊制作工厂非常的费工。很费力，对不对？对，很费力要做的。韩国刚刚我有谈到讲，玉欣姐你讲韩国老盐老给总体，跟现在个盐多多哎，多啊，嘿，很多，我们就要一片一片去挑，一片一片挑。对，哦，韩国你刚刚讲老芒啊是用麦芽煮，一点点，嘿，就给它有一点粘稠啦，就是它会有要成型嘛，才能够包。对，就用头前有这个馅料，馅料才能包，对。这个灵感你怎么想到的啊？因为这个感觉绿豆糕同鲜渣就会完全没用的东西呀。对啊，鲜渣就想说自己的产品有没有？一般绿豆糕吃起来太甜太腻了，就加一点那个有点酸的哈，把它解腻了。那时候想着就尝试把它用料来解腻看看，一般客人反映说很好，很不错。就一直有这个产品，对。除了有鲜榨口味，还有鸡嘞，酸鸡嘞给口味。金枣的，金枣也是这个种家里自己想说，也有金枣，那我就想把金枣也把它试试看，两种的口味不一样，也是甜甜酸酸的口感，对，很有创意哦，都是天然的食材啦，我们都是自己家天然的食材。对，因为啊，甜盐的东西就会20本自己身体空间。古时候除了爱用2 W 的，还有可以养生类的醋，对不对？对。酸吃，酸吃，蜜酿鲜榨醋。那一般讲说有水果醋、梅子醋哈，很多的水果醋。对。那想说鲜榨也可以尝试看看，那就有我们提供原料，委托那个台湾科技公司，他跟宜兰大学也有产学合作，那叫他帮我们研发了1年多，就是把用鲜榨的当主题，好融入在那个醋里面，酸吃底度，醋里面。很好喝，它就喝起来就觉得蛮顺的。不是蛮顺的，是真的很顺的。阿 Q 我也刚刚说的动态好，因为一般人是酸吃，有时是可能泡太牛哎，有时可能是因为酸吃它不是加了蜂蜜，因为加蜂蜜进去酿造嘅头吧，有一白生蜜酿的醋也是觉得喝起来很顺。呀，就同嘅 Q 用，係用真品嘅红桶去做嘅，对，去那个酿的比较不会那么呛。因为你外面它是用米去酿的，它有的糯米醋，有的是怕有加一些比较化学的东西的话，就会比较呛。对，它这个就是纯蜜酿的，就喝起来就很顺口了。没错，真的很顺口，吃起来冻顺的口感，不会有呛味。对，不过你要的呛 no boy 去做啊，要厂商是不是也要特别去挑选？对，我们就是找了很久，找很多年。然后慢慢一个个去找，然后去尝试，然后去让它就是我们也都试验很多次了，才成功的。哇，真嘅冇按简单吼，也差不多开发了几个月的时间。这个每一个产品都要大概1年多的时间，都要1年多，包含刚刚的绿豆糕。我们也是尝试绿豆糕，你很多次。七嘎州嘅，七嘎州哎，七嘎州嘅，七嘎州。所以连上面这些装饰，七嘎没有七嘎开模的来做。那个有那个模型可以买，但是有印你们的名字。对，我们那个要自己开模啊，开模去刻，对，刻我们周家庄的模型这样。你去甲兄弟按到，就去甲来做。对，兄弟姐妹啦，大家集思广益。不少人啊，主题农场迄几副卡人，他甲用他来上嘅。对。包含其实像很多外面的设计呀，要的，那些七甲不卡人天数诶。兄弟姐妹，有的外甥女啦，女儿啦，都有帮忙想啦，大家集思广益在想的。真嘅，
虽然大家各国都有各国嘅才能，不过大家细泡做腔下就做得留意咧品牌经营都同好哦。唔但像按呢，其实也现在大家有想到讲，吃假色啊，也系讲拿来做绿豆糕啊，也系讲拿来切片、拿来泡茶以外，还有乜嘅做法哦？来请玉欣姐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鲜榨干也可以入菜，我们也有那个鲜榨鸡火锅啦，鲜榨鸡乌龙面那煮火锅一般火锅的料，我们吃起来就感觉很鲜榨鸡乌龙面，鲜榨鸡火锅，好难想象哦。就是我们在熬，像其实它也可以加入一些像我们的。你要煮汤的时候，比如排骨汤啦，它鲜榨它比较可以去油解腻，它会增加肉质的那个软 Q 度，因为有水果的酵素，对，它会增加它那个肉质的那个软化 Q 度这样。古时候应该做得按样讲，係講你要愛煮肉類嘅湯嘅話，全部就做得都可以加一點點，也不要太多，就抓一小把這樣子。咩空用可能你煮一鍋，大壓一些炸嘅按樣，就做得嘞。對。你火鍋的話，看你食材可以擺一些菇類啦，青菜類都可以加。菇類、青菜類都是比較天然的啦。天然的食材，感覺香香，真的可以去油解腻的感覺，清爽，那種很清爽的感覺，對，比較不油膩，也下寒天愛多料，大家就做嚟吃看呐。也鮮榨做的菜數嘅季節，係差唔多係乜嘅時節？鮮榨大概七八月到10月。現在就差不多已經快結束了。7、8月開始到10月這樣子，就係菜鮮榨嘅時節。產季。嗰時候菜鮮榨以後轉到副卡就做得拿來煮一鍋小碌碌嘅鮮榨火鍋。那我們有把它曬乾，就是曬鮮榨乾。整年都可以用對，你拿到這個我們曬乾的農產品之後，就做得拿到副卡來煮湯，也係講泡茶。古時候其實還有閒卡當中用愛同大家來分享先，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再來。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做一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鮮榨，剩下來同大家來分享冬天片，我哋冇食過，按到鮮榨餅、鮮榨冰淇淋，韓國除咗有呀冰淇淋以外，其實副卡還有冰機嘅，也有冰棒，對不對？冰棒，不過今日帶呀冰淇淋來，很特別耶。韓國呀第一度看起來又還有這樣子紅紅的，這個顏色是。有鮮榨，還有乜嘅東西啊？有冇豐富？我們有加一點那個洛神跟藍莓，增加它的口感啊。好特別的組合哦！藍莓跟洛神就已經沒有吃過組合在一起的，然後又加鮮榨，對，它還有鮮榨的顆粒，好特別，它吃起來有一點點像牛奶糖冰淇淋的味道，跟我剛剛吃食到嘅鮮榨跟米西又完全冇共用。所以其實鮮榨它其實是做得有動豆編發嘅，它不是就只有這樣子吃而已，因為印象當中就像生鳥梨這樣子吃。一般的就是很難。對，基本一張第一年來鮮榨有按多種食法，唔單像做得拿來煮菜呀，韓國做得煮湯啊，做得泡茶，還做得拿來加工。做這個冰淇淋，做甜點啊，做冰品啊，做茶類都可以。對，真係喺頭擺完全盲識上到工人。今天可以說長知識。我們也是全省唯一只有以鮮榨主題農莊為主的。對，古時候也就清有特色啦。韓國其實韓國亞烏卡嘅故事啊，全部搭頭咩都有特色咯。用蠻講咯，我拿一個相片同大家來紹介一下。看起來有一點複雜，像用心機同大家來紹介一下。它那個鮮榨就是它原生種的鮮榨樹根，對，因為它它再嫁接水梨，水梨它上面還可以嫁接大鮮榨、小鮮榨，也可以接高階梨。
一条树诶，可能会有同多种水梨，因为基本上就係梨嘅類嘅嘛。對，同科的。就像我一開始講到嘅同多種梨嘅嘅代下，全部就會用雕梨，我就用那個王山梨，用這種品種來做嫁接。對。佢說一條樹誒，可能會打出同多無共用嘅果子。係大大小小的，太窄細窄都多種誒。你看迄度有吃到東神雞嗎？有，他很多他說，那個鮮榨鳥梨，他說是不是水梨還沒長大？好，芒台扎嘅水梨，我說那個品種不一樣，很特別，在同一棵樹上面。對，想說，伢亞樹誒那片前面，還沒上來來種一條都咬不卡，都得打出按多種無共用嘅果子。但是要嫁接上去的，對，要嫁接，就像水梨跟高階梨都是要接出去的。都要嫁接，高階梨每年都要接，當然要嫁。鮮榨它不用，接下去它以後就是每年都是長鮮榨。嫁必拜就做的。嫁必拜。哦。高階梨的話要每年接。對，每年接。每年要接。古時候其實中亞鮮榨真係它方便吼，對不對？它好做。但是你後面的加工。你的那些要處理也是很費工。對，因為你看你跟它有同大家燒嘅按農東西，有這個冷凍乾燥的鮮榨片，韓國又有酸吃，韓國又有亞餅機同冰淇淋。其實亞黑唔黑都要請不一樣的工廠做。有些是自己手工，有的是對不同的工廠，它不同產品它有不同的製造過程。對，唔講像你哋自家嘅農場。自己的有點算小農這樣子的方式，你會去請加工廠來合作，係唔係沒有難度？哦，他們我們的數量不多啦，數量少，然後我們也是要很有耐心的去拜託他，因為他們數量有限啦，他們都是要做比較要大量的，對，所以他就是說變成我們也很辛苦啦，做起來都很辛苦啊。其實。做小農就係按呢，不過你做得透過農民嘅自家同佢相處，透過佢了解到人嘅農產品，就像人嘅農園地圖，其實沒有帶導覽，歡迎大家來導覽，來參加導覽啊，來 DIY 啊，有那種內容，有團體活動，他很多學校的小朋友的戶外教學，好，他有做鮮榨蒟蒻的 DIY。鮮榨蒟蒻可以 DIY， 對，也是煮胎機器加來帶。那亞露台。亞露台會帶。他有就是他們做好，在鮮榨蒟蒻做好，有農場可以採果，有採果的季節，農場可以採果。然後他也有親子團康的活動，也有那個適合跳跳樂。以前我們的柿子記得不？那個紅柿子，對，好，紅柿子吃完裡面不是有那個籽，對，好，K粉，好，那也可以玩。以前我們的那個童玩，每年都3、4個時間搞嘅，用亞方法就做得本小朋友來到農園地度自家搞一擺，像亞蒟蒻，咩係煮胎機器搞想到嘅，自家種嘅，因為想到講要把鮮榨跟蒟蒻結合在一起，因為想說都是天然，因為很多水果果凍嘛，我就想着一個果凍的概念，好好吃哦，它就是 QQ 的，對，而且你是用蒟蒻粉，不是用洋菜粉，不是，蒟蒻粉吃起來比較有點 Q， 對，有點口感比較 Q。用洋菜就會有一些脆脆嘅感覺。對，它這個是 QQ 的。古時候呀，太年色只聽說都懂好食咯。很天然的，他們自己可以自己做，把一樣是鮮榨乾煮茶，然後我們再加蒟蒻凍粉，好下去調一調，然後就讓它結凍。結凍以後就變成蒟蒻的鮮榨蒟蒻，而且又很簡單。對，家裡大自己家裡可以自己做了。不過其實像按樣嘅主題嘅農園啊，我相信當多人來呢片參觀啊，來呢片搞過以後，會有一些特別的想法。有沒有一點人他有給你一些特別的回饋？像有很多客人，他幾乎每個禮拜。就當做好朋友了，他就認為我們的家的東西，他吃起來就像有家裡的感覺，就好像回到自己家的感覺了，就吃東西比較很清爽，然後他幾乎每個禮拜都會來，有的從台北也是專程
会下去，甚至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他们看杂志，对他们那个看到有那个航空上面有看到杂志，他们也就会自己找来。对，因为很特别。贵安有鲜渣吗？贵安好，可能只有类似的大陆的山楂啊，大陆的山楂，不过没按用这么多的吃法，它就当中药而已啊。对，就某种按用有可以拿来做甜点啊，做冰淇淋啊。我们都是天然的啦。对，天然的，然后又好吃，有家里的味道。对。就嘿主台底呀，乌卡尼，泰嘎 V 豆亚品牌，一直在努力的打造它。对，但是其实泰嘎做农嘅就底，其实爱做呀经营起港的品牌不容易。都懂得困难，很困难呐，因为你没有知名度，要打知名度啊。对，那后来是有靠一些网路，一些媒体他看到网路会来采访，就是看到这个很天然的食材啦。对，古时候我想我家呀嘅机会吼，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其实大家来到呀自家种嘅农园，就得看到现在因为还有懂到其他嘅作物，其他嘅作物每抢主台机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一年挑田啊。除了现在，应该还有其他的东西。它的有水果都是有季节性的，像现在有甜葡萄柚，中秋节有文旦现在甜葡萄柚，然后接着有红肉干、阿婆干、碰干、桶干。那还有按多种冇用用嘅干没有？很多种，很多种。古时候亚布卡其实还是有种其他的东西，是数量较少的。现在数量比较多的是红肉干、阿婆干。差不多11月到过年，那时候都可以开放采果。每周得开放来采果子，采果子就是称重，看你采的量称重。要预约吗？团体的话就是先预约。差不多几多3年以上，我先打电话过去主问一下。大概就是你大概10-20个人，就会先讲一下，就会先预约一下，然后你。有的很多，它的游览公司也有游览车，他们1部游览车、2部游览车都有很多。对，古时候其实吼，像亚哈甜食进来进去呢，大家就做咧安排一下诺贝嘅户外活动，迄讲去到上空啊，去到种哈，去采果子，每位有动到动体片嘅舒服哦。古时候今日谢谢周大姐同大家来分享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最近动体片嘅东西，阿佢今日长知识，你是按多冇佢用嘅闲杂产品，没什么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，停下来做运动哦。